失樂園係一部由自由嘅語言開始嘅敘事史詩，但呢種自由並冇擴展秩序，而係朝住解體根源秩序嘅方向運作。尼爾頓與其追問人類點解墮落，不如話佢展示咗自由係點樣被講述出嚟。嗰種語言係選擇嘅語言，係權利嘅語言，亦係一種唔召喚責任嘅自由。撒旦反抗命令，但呢種反抗並冇建立一個新嘅統治。佢高喊自由，卻冇提出一個可以承擔呢種自由到最後嘅結構。結果，失樂園入面嘅自由並冇導向秩序，反而流向解體關係同責任嘅方向。呢度嘅問題唔在於墮落本身，而在於為墮落辯護嘅語言。佢講自由，但負責呢種自由嘅位置卻被刻意留空。失樂園提出疑問：冇秩序嘅自由，真係自由嗎？定係逃避責任嘅選擇？喺呢部作品入面，自由不幸地唔係解放，而係喺統治被移除之後仍然維持住自身身份嘅狀態。